今仔日3月初四，同时嘛是世界大考日，这医界呢是来公布一份调查报告，显示目前这台湾人对这大考视病的这个认知呢，其实是有增加。也毋过因为大考去看医生的人，煞干那2成外尔。各件事是来呼吁民众，若准有这大考的情形，就爱去找医生，毋通家己黑白食这减肥药啊。 随时代变化，现代人食较好，也毋免惊去咬着。所以30年来，全球大考的人口是加倍的增加。国健署表示，即马全台湾平均每2位人就有1位算是大考的。医生讲，根据调查，台湾人对大考是慢性病的认知有增加，但是实际上去就医的人只有2成左右，造成大考的原因真多。呼吁民众爱去互医生看，莫家己乱减肥。其实这个连带会牵扯到，其实我们看到的，除了吃的部分之外，也跟国人的身体活动不足有关系哦。我们大概18岁以上的成人哦，大概就有54%，你的身体活动其实是不足的哦。不是每一个体重重的人都是千篇一律的都是用，比如说瘦身针，这个是不对的哦。所以由医师帮你做好评估之后，然后再帮你拟定最好的一个策略。 好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。另外，医生也表示，民众想要透过控制食的量和运动来帮助减肥，安尼真好。不过，若是用唔对方法，减肥的效果有限。建议落实减肥黄金3角：饮食管理、规律运动和配合专业的医疗。它比较新的趋势是，以往我们的减重的部分的话，大概都还是以一些饮食跟运动为主。那药物的部分介入的比较少一些，但因为现在有一些新的 GLP-1 的药物，其实也可以经由医疗的咨询，然后我们去看说，就是这样子的患者，他适不适合来去做一些药物的介入。国健署和医生提醒民众，若 BMI 超过24，尤为男性超过90公分、女性超过80公分的人，爱去互医生评估，若无会去影响到其他的慢性病，像血压、血糖伤悬等等。记者陈心彤、王志光台北报道。